譚振國議員，多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姚明議員嘅議案以及幾位議員嘅修正案。北部都會區唔單止係香港未來經濟增長嘅新引擎，為市民創造綠色宜居嘅生活空間，亦都係北都嘅目標之一。除咗要有適切嘅居住空間之外，我相信要令市民有幸福感，完善嘅基建配套、充足嘅就業職位，以至全面嘅社會醫療配套都係非常重要。希望北都可以做好呢幾方面，成為本港宜居規劃嘅良好示範，打造一個宜居宜業嘅新社區。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比深圳同新加坡呢啲鄰近嘅城市都細，而公營房屋就更以每人不少於7平方米為標準，明顯仍然有改善嘅空間。今屆政府已經覓得足夠嘅土地應付未來10年嘅建屋需要，市民當然希望未來住得更闊落、更加舒適。北都係未來房屋土地供應嘅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幾位議員嘅同事分別都建議提升人均居住面積嘅標準，或者係提高公營房屋大單位嘅比例等等，方向同埋意願都絕對係好。但係我認為必須要確保整體公營房屋嘅供應量同埋輪候嘅時間唔會因為咁樣而受到影響。樓價亦都應該維持喺合理同埋可以負擔嘅水平，唔使住得細又住得貴。相信呢個先係市民對住屋嘅真正期盼。主席，位於粉嶺嘅全新公屋鳳凰嶺村未入伙就已經喺網上得到好多嘅讚賞。除咗因為佢鄰近聯和墟，行約10分鐘就有街市，買嘢食嘢都相當方便之外，更加多人覺得咧佢嘅交通配套以新屋村嚟講算係幾好。尤其係粉嶺繞道東段月初已經通車，唔需要擔心入伙之後因為人口增加而要加重交通嘅負荷。由此可見，基建同交通配套都係市民對居住社區其中一樣好重視嘅要求。亦係因為咁，我同新社聯一直推動基建先行。我哋都明白，一個新社區如果乜配套都未齊，好難吸引到市民去搬入去。所以必須要由發展程序同創新科技呢兩方面去着手，加快北都嘅鐵路、公路等嘅建設，確保市民入伙嘅時候已經有便利出行嘅交通網絡。當然，我認為職住均衡亦都係同樣重要。區內有足夠嘅工作機會，市民就唔使每日舟車勞頓咁樣跨區返工，可以有更多嘅時間去享受生活，咁先可以提升到幸福感。所以加快產業落地，創造就業職位，都係我同新社聯一路努力爭取嘅目標。社區嘅規劃亦應該全面涵蓋社會服務、醫療資源同埋休閒嘅設施，等家庭可以得到托兒同埋教育方面嘅支援，營造一個育兒養兒嘅美好環境。青年人有公園、運動場館、文化中心等嘅豐富休閒娛樂選擇，長者亦都可以獲得完善嘅醫療服務，做到全方位提升市民嘅生活質素。主席，國家15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同實現更高水平住有所居。香港正制定5年規劃，北都作為對接15規劃嘅重要平台，將住房建設由追求數量進一步擴展至到去追求質量，由有得住進化到住得好。期望政府把握機遇，以更加前瞻、更加務實嘅態度，考慮喺北都先行先試，提高人均嘅居住面積，落實基建以及係社福配套先行，將經驗擴展至全港，為市民創造一個更加宜居、更加幸福嘅未來。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同埋各項修正案。